好，请问要办理嘛个？我们是学校单位，想要申请场地。请问要租哪个场地？我们想租音乐堂。也是亚类嘅家私表，请勾选要使用嘅场地、时间、日期，还要纳保证金。较好诶，也是保证金。好，同登记好些咧，也是人书记。另外，我们嘅场地租借唔但请做得线上办理，还做得线上纳钱，下一摆就唔是走2转。食材很方便哦，多请看的情景剧，一下我哋先来认识一下佢嘅重要嘅词汇，大家记得要听听音冇？学校、学校、场地、场地、家私表、收费表、时间、时段、日期、日期、保证金、保证金、先送、线上。接下來，我哋來學到嘅接送用到嘅機型。請問愛租哪個場地？請問要租借哪一個場地？請問愛租要租借哪一個場地？請問愛租哪個場地？請問要租借哪一個場地？也係亞類嘅家私表，這是這裡的收費表。也係，這是亞類嘅這裡的家私表，收費表。也係亞類嘅家私表，這是這裡的收費表。請勾選唔愛使用嘅場地、時間、日期，還要納保證金。請勾選唔愛使用嘅場地、時間、日期，還要納保證金。請勾選您要使用的場地、時段、日期，還要繳保證金。請勾選，請勾選唔愛使用嘅，您要使用的場地、時間、時段、日期、日期，還要納繳保證金，保證金。請勾選唔愛使用嘅場地、時間、日期，還要納保證金。請勾選唔愛使用嘅場地、時間、日期，還要納保證金。請勾選您要使用的場地、時段、日期，還要繳保證金。